大家好，我係鄭小群老師。唔知道大家有冇想像過，大家身處嘅地方曾經有好多歷史名人嚟過呢？例如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嘅男主角彼得南大公，就曾經喺1893年到訪香港。今日介紹嘅書叫做《盧峰英語：戰前日本名人香港訪行錄》。呢本書收錄咗20位喺戰前曾經訪港嘅日本名人，除咗介紹佢哋嘅生平之外，更講述佢哋喺香港嘅足跡同埋經歷。呢啲嘅名人不乏日本嘅文壇泰斗、軍政要人、皇宮貴胄、宗教領袖等等。例如喺2024年改年令和之後發行嘅1萬日元新紙幣嘅主角澀澤榮一，佢係明治時代出名嘅實業家，曾經讚歎香港為名不虛傳嘅經貿港口。而1000日元嘅主角係日本知名嘅醫學家不利柴三郎，佢曾經喺1894年嚟到香港協助香港政府撲滅鼠疫。透過佢哋嘅眼睛，讀者可以睇到舊時香港嘅社會面貌，認識近代香港同埋日本嘅交流歷史。而我今日想同大家詳細分享書裡面提及嘅其中一個嚟過香港嘅日本名人夏目漱石。夏目漱石係明治至大正年代小說家嘅代表，佢嘅代表作百多年來都被翻譯成多國嘅語言，被譽為近代日本頂尖嘅小說家之一。亦都係1984年發行嘅1000日元紙幣嘅主角。佢喺1900年奉日本文部省之命，乘坐普魯士號前往英國倫敦研究英語教學法，中途經過香港，逗留咗2日。由於夏目漱石有寫日記嘅習慣，透過佢喺日記留低落嚟嘅文字，我哋可以一探年輕小說家對早期香港嘅印象。1900年嘅9月19號係星期三，嗰日天空本來下住微雨，後來逐漸放晴。夏目漱石乘坐嘅普魯士號就喺下晝嘅4點到達香港，停泊喺九龍岸嘅碼頭。佢睇到維多利亞港兩岸景色以及往返兩岸嘅小蒸汽船絡繹不絕，馬上聯想到位於九州嘅馬關海峽門司港。夜晚，夏目漱石去皇后大道參觀後，乘搭天星小輪欣賞香港夜景。佢對維多利亞港嘅夜景讚不絕口。佢喺日記裏面寫到：當夜幕低垂，晚上9時坐上天星小輪，看着海面倒影的萬家燈火，與其說是天空的繁星閃閃，倒不如說這是晶瑩剔透的寶石。睇到呢度，唔知同學有咩感受呢？作為歷史老師嘅我就覺得好激動，諗唔到香港呢個彈丸之地竟然有咁多赫赫有名嘅歷史人物到訪。透過佢哋嘅文字記錄，我哋可以更加認識早期嘅香港。我希望同學都可以帶住好奇嘅心，透過閱讀多角度認識我哋生活緊嘅地方。呢度仲有好多故事等待大家發掘。多謝大家。